Hello， 朋友們，最近咧好多香港朋友啊都問我，中山邊個樓盤最有性價比呢？噔噔噔，依家咧我哋就嚟咗啦，中山嘅雙城樓盤啊！呢個樓盤咧係位於中山港口嘅，真係非常之有性價比啊！依家加推3棟樓王單位啊，高得房率，而且仲帶埋精裝修，首期只需要3萬蚊，單價只需要8字頭啊，仲帶埋精裝修，送埋2萬蚊嘅首期補貼，仲送埋你車位添喎。最主要咧，呢邊嘅交通非常之方便啊！屋企門口就係港澳直通巴嘅上車點啊，一腳入門就可以直達香港市區啊！項目距離中山城北站高速好5分鐘時間，經深中通道往返香港超方便，10幾分鐘就可以去到中山北站，去全國旅遊，話走就走。入住呢度等於擁有一個10分鐘城心生活圈，5分鐘到公園，5分鐘到萬明匯、上城 V Park 購物，3分鐘到港口醫院。中山山姆已經開業，開車10分鐘就可以到達。山姆極速達服務咧而覆蓋小區，唔需要出門，手機一點就可以吃喝玩樂送到屋企啦。終於等到啦，3棟嘅樓王單位咧終於加推啦！我哋依家咧全部都係靚樓層、靚景觀啦，過嚟睇睇我哋嘅園林，全部咧都係朝南向冇遮擋嘅景觀，而且樓間距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噶。我哋呢個咧89平方，居然可以做到4房2廳2衛，仲係南北通透戶型喎。得房率咧堪比依家嘅第4代住宅啊！我哋嘅實用率咧超過100%啊！而且單價8000幾蚊，仲帶埋精裝修喎。我哋嘅中央空調啦、廚房嘅3件套啊、洗手間咧，全部都已經幫你做好晒噶啦。自己買啲家私家電就可以包入住啦，而且仲係現樓認證添啊！過嚟睇下，我哋每間房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噶，可以放到3邊嘅6床位添啊！最主要係單價8000幾蚊，89平方4房2廳2衛，總價咧先70幾萬，首期先3萬蚊就可以攞到呢度嘅精裝4房啦！你覺得點樣呢？OK， 重點嚟啦！我哋3棟樓王咧已經加推啦，依家4月份購房最划算啦！我哋單價咧只需要8字頭就可以上車呢度嘅精裝現樓啊，即買即收樓即有證啊！我哋首期咧只需要3萬蚊就可以攞低啦，最主要係仲送埋你2萬蚊嘅補貼，仲送埋你8萬蚊嘅車位，仲有三寶卡、跨境車票等等啊，優惠多多！如果你對呢個樓盤都有興趣嘅話咧，嗱嗱聲 WhatsApp 聯繫我啦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睇睇。仲有免費專車從香港接你到呢個樓盤過嚟睇樓啊！